当中，大家互相做一个工作啦吼。当然，我讲的也是作者不足，也希望讲大家呢吼，咱当时会当讲即个短短的这个东厂的过程当中会当做一个较深入的思考，做一个较重点性的一番掌握，因为重点掌握无着，咱伫思考过程当中讲咱所做，咱会记得都是同一个事情。另外，咱即个思想的话，咱读起来，咱后边吼，咱伫中华大学同时大家同练习，即个思想话读起来，咱大家最读一遍啦吼。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容请有者，以义不自生，故能终生。是以圣人，互医生而身先，为医生而身存。这个若读培音，若是我读我是培音，读话是也是读册音啦，所以也是读册音嘛是话。非以无书也，故能成医师。这个书中内底点啊，来点，天地是不自生，终生。圣人呢是互医生新鲜为医生，互医生新鲜，这有两个点。为医生心存，非医无书也，故能成医师。到尾啊，成就伊。这个生出为自己的事，要成就伊个人的功业就对了。咱讲观世菩萨身份，咱大家咧瞻仰伊，世尊诸佛菩萨大家身份，咱咧瞻仰伊。伊身份呢，毋是咱个人身份呢，遐清楚咧，人因做过人的身份，毋是咱个人身份呢。虽然咱观世菩萨讲要度尽可爱众生，伊才要成，伊才要证菩提。地藏菩萨讲要度尽地界的鬼魂，伊才要成佛，伊才要成佛道。虽然咱要度尽地界咱可爱众生还未真，反正菩萨已经成佛了。成医师是伊个人伊的功业，来讲咱个人已经归入这个书，哪看法都自私啦吼，个人的私利意思比较大。就比如咱上次。天地生人讲到的重点是中生，天地中生，伊一个法度对啦，伊迄个理对我伊不自生，不自生就讲伊是伊个家己啊。当然是天地是自然之道这个讲，那像脑子咧比喻这个，无数种境到水中咧比喻就水性啦。水迄个善意万不依不坚持种人之所，咱若要学到，因为咱人有心，水伊是无心，天地伊自然出来了，天是生水。天地来给通生水，水伊自然利万物，伊的功用就是安尼。老祖甲讲迄个物件，遐个自然，迄个功用照咱学起，就已经将伊接近到，倒也是安尼，倒也是安尼，起就是已经接近到啊。要咱人有心要去效法，要去学习，要去效法，困难。所以修行有心，但道难行。有心是道难行，一定要进行有心。刚才我哋讲幽默嘛，道难行，进行幽默，这法是啊，性命法是法是啊，所以现在他有情，所以现在这伊的点是不主心，天定是不主心，因为伊不主心，所以就当有情。我们是讲出来嘛，因为伊不改变，因为不定，是伊有定。小人呢，是小人一定，是如果做偌济，就当讲做的品的，品了了个哩吼。我以前讲，做偌济靠着品，品就品了了个，如果一寡年纪好就品了了个。有啊，有啊，就来了了做啊，规讲听下班的人讲，听下班的人唔知影，开始因为你品落去，点样做，人还佫会轻松。做会去变的人我啦，我了话就唔知影。你讲道理也足奇怪。迄囡仔我听你讲啦，讲一个阿公，都不知后生，孙仔
啊，迄囡仔，阿公20箍啊，阿公100箍啊，讲做好做会当讲唔好。啊，有另外一个后生的囡仔，逐年拢无咧同阿公考试，然后讲来啦，这你开啦。愈无考伊啦，愈袂好，迄个愈食考伊啦，讲愈唔好，伊足奇怪。但咱人感觉足奇怪，对啦，我应该讲考就好，但是无考真做袂好，真做好啊，有考真做唔好，这个伊足奇怪。啊，咱人讲啥样？社会就是方便就是这反应，白痴啊！较奇怪，较方便才好，好白偏咱应该偏咱就是方便，你直接让方便就是好。如果偏偏方便是好，踏踏实实就是安尼哦。下当甲家己当甲清的就输出难讲，咱输出难讲，甲家己包括咱家己咧想放甲清，当时已经咧差不多。我同你讲，偏咱比较有办法啦，如果输出是现在，输出的理论是安尼。只要你会当甲你家己放甲清，当时刹那间已经咧合的，伊种先合的，这拢是当做啊，姓名呢？哦，鼻心调为鼻心，伊一定要甲身躯先放出来，后边身躯放出来会晓味道新鲜新纯，这个讲，所以有为无为而无所不为，有可为有可不为，会当做的一定拼做成，会当做一定我甲成功。啊，这地方内底法就是安尼。啊，毋是咱真做去，真理不明，哦，地位显露无出来。该重要的，咱无去做；该追求的，该拍拼、该用心，咱无去用心。迄款捡来蹲一段时间就变废物的，叫咱捡规厝来欢喜甲。蹲规厝来啊欢喜甲。啊，若迄个吹，但是真正万年久啊，永远不变的情况，叫咱蹲规厝来。啊，我要比较无出来，性命啊好，甲身躯放了了，甲身躯的面，你甲身躯的倒位，你是你切地气大弯，以身做，一是做好。啊，这性命伊的伊的法讲出来，毋是要讲出来，互咱自家欣赏，要讲出来，咱自家不好，啊，然后，伊是要讲出来，咱自家好。互咱有法去做，啊，咱这样大家安尼，这共同去混，但是希望对大家共同变成啦，啊，互安尼讲话，做到话，咱只要做。